研友们还有我们在座所有正国寺的常住法师、居士大德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2020年5月13号。那么利用这个早斋之后，我们呢给各位来介绍这个祖师大德他对我们开示的华语。那么我们知道莲池大师非常了不起被列入为我们净土中第8代的祖师，当然有他很高的境界尤其是对于念佛法门，他有独到的看法很独到的看法，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谨记在心。老人家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今生持戒修福之身呢，若心地未明，愿力轻微，又不求生净土，是人来生多感富贵之报，亦多为富贵所迷，或致造业堕落者。”这个当头棒喝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，很大的警惕。这个意思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此生此世这一辈子，很多出家人持戒很严谨，非常严谨，修福也就很喜欢做善那么帮助别人花心布施广结善缘很难得。这样子一个持戒很好的人，又经常力行修善那么广种福田，这样一个出家人呢，但是虽然他很好，但是如果他心地未明也就没有办法，没有觉悟那种境界，没有觉悟，那么没有大彻大悟，各位没有明心见性。那么你如果未到这种程度，你想要了生脱死，靠这个了生脱死很难，就很难。各位，问题重点就在这里。他告诉你这句话：如果你心地未明，就是对于这种对于这个心性上你没有彻底的去觉悟，没有了解，没有明白，那么你看不开放不下那么你愿力轻微，你要愿力，你的愿力又很轻微，就很薄弱的意思。轻是很不重嘛，就不重；微就很微弱。那么你的很轻微你的愿力不强，不够勇猛，那么又不求生净土。你如果这样说修行的人，那么你又不喜欢发生，不要往生西方净土你不发愿到极乐世界，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个人的来生这个出家人呢，他下一辈子要多感富贵之报。大部分出生，他在投胎转世，一定是感召非常富贵的，很贵气很富有，非常的富有，这么一个果报，这样一个果报，因为他有持戒嘛，他又力行善事，所以这种好的行为会中了感召，就是你富贵，知道很贵气，出生好地方，出生好家庭，受好的教育所用的所花的都没有欠缺。没有任何这一种就是好像有贫穷这种情况发生，所以多感富贵之报，亦多为富贵所迷。因为越富有的人越迷惑，很容易颠倒。富贵邪道难富贵要真正的修行用功办道很困难，这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你看，莲池大师为我们来鼓励，给我们提醒，告诉我们说，持戒修福当然很好，但是呢，你应该要求生净土，要求发愿往生西方净土。因为如果一旦满你所愿的时候，你的生死就了断了，生死了断。那么不要再求这个富贵之报，因为有富贵，我们人很容易颠倒。越有钱的人，各位，他越贪图享受，
结果他呢就不知道说，哎呀，我应该要怎么样跳脱六道轮回，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？他没有这个心，因为他觉得我很富有啊，所用的不欠缺了，他已经很满足了，活在世间他已经很幸福快乐了。他们不知道这一切外在是无常的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因此呢，执迷在现前的享受，所以都为富贵所迷了、迷惑了、颠倒了，都迷失了他的本性了。那么很多有富贵的人，他就到最后呢，就造业堕落，很容易造无量的罪业，那么就一直堕落在恶道，受尽无穷无尽的痛苦。所以各位，持戒很好，修福都很好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你没有大彻大悟，没有到那种明心见性的那种地步，那必然你没有发愿往生净土，可能下一辈子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了，步步为营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哦，我们除了持戒要修福之外，我们应该要好好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根本的、最彻底的把生死一次解决。所以希望，莲池大师的这样的看法，实际上跟我们现在修行的人呢，跟佛菩萨呢，完全他的叮嘱啊、叮咛交代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违背。我们不能违背祖师大的这种告诫的话，所以我们今天很庆幸在此时此刻能够将莲池大师的话，我们自己来温习一遍，提醒一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，很好的警惕。希望我们大家互相鼓励啊！阿弥陀佛。